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8月12日 AM 新闻，我是嘉豪。今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您知。国内在今日新增加一个对菲律宾入境的确诊病例，另外疫情指挥中心宣布讲，2月到6月，中国配偶的家庭会当入境。罗西亚对外宣布讲，因开发出全世界头一支武汉肺炎疫苗，连菲律宾总统杜特尔也赞声讲，想要助台升。台中发生有贩药、有重金属严重的案件，政府查到空间中医诊所也有使用违法的注射。疫情指挥中心伫今仔宣布讲，国内在今仔日又搁增加一个对境外入来武汉肺炎确诊病例，是一位50多岁查甫人去到菲律宾出差，等来到台湾了后，却检出病毒。国内阁新增加一个武汉肺炎境外移入的个案，伊是为菲律宾返来台湾50多岁的男性。今年6月2日去菲律宾出场，7月2日到2日之间出现走白甲胃寒的症状。家己买药仔食了后，症状有较缓和，毋过8月初8开始又阁开始胃寒。同一天中昼，因为规个人真懒，阁去买药仔食，无去互医生看。7日返来台湾入境的时阵，有主动通报有症状，了后12确诊，目前住院隔离治疗当中。个案单机时有全程佩戴口罩、隔离衣、护目镜及手套，未取下口罩用餐及饮水。入境时主动通报曾经有症状，那于机场接受采检后，到集中检疫所。那11日集中检疫的期间，仍出现腹泻的症状。指挥中心已经掌握到接触者，拢总18个人，其中2个人是做伙返来台湾的同事，5个人是共班机，头前到后壁2排旅客，拢在做居家隔离的对象。目前菲律宾疫情还阁咧压悬，除了针对菲律宾入境的人爱做普遍体检，为12日开始，嘛进一步实施集中检疫14天。第一天头一架为菲律宾飞来台湾的菲律宾航空 PR890班机顶悬，敢若有3个乘客，因全程拢有挂面罩甲喙罨，完成采检了后，坐防疫客停车去检疫所。我们台湾的疫情好像大部分都是由境外移入的比较多，如果在边境这边就先做好把关，我觉得应该会对国内的疫情有帮助。另外，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嘛宣布，为13饭点开始开放2岁到6岁，中国籍配偶的后生查某囝会当申请入境，而且爱有父母陪同。入境了后，爱依规定完成14天的居家检疫。有的资料的人数大概是532人，那本来不能够回来的父母陪同的增加的大概68人。大概所以我们现在大概就是6岁以下的陆籍子女可以到台湾来进前开放2岁以下中国籍配偶的后生查某囝来台湾，一定要有居留证。指挥中心记者会第一时间嘛表示，要有居留证的才会当申请入境。不过，伫咧甲陆委会沟通了后，尾手是甲居留证这个条件移除。记者综合报道。疫情指挥中心伫今仔宣布讲，对8月13开始开放2岁到6岁中国配偶的囝儿会当入境来台。若讲到其他年岁囡仔咧，陆委会也表示讲，后一个阶段会甲教育部来做讨论。中国籍配偶的后生查某囝，也就是小明，敢会当开放来台湾，一直有争议。民间自救回归也甲抗议，希望行政单位斗3天，互因返来台湾。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宣布，13开始开放2岁到6岁。若有台湾居留证，中国籍配偶的后生查某囝会当申请来台湾。毕竟法律变数还是本来就是需要能够回来的。当然，我们也非常感谢政府对于这些小朋友可以开放15岁以下的这些陆籍及相关的这个子女他们可以直接向移民署来提出申请，也都还是必要进行这个14天的一个检。2岁到6岁中国籍配偶的后生查某囝总算会当返来台湾，不过6岁以上的要是调伫咧中国，搁半个月就要开学，嘛互家长真烦恼。可小者有一个国中1年的查某囝，原本伫咧台湾读册，新正去中国探亲，却因为疫情调伫咧厦门半年外，国中1年下学期的课程完全冻点。囡仔伫咧中国无学籍，敢若会当靠可小者寄台湾的课本去互家己看。所以没办法读书，这半年来，那我就是让他去学一些课外的，比如说学画画、学游泳的，是这样子。因为他国中1年级下半学期等于没有学分了，这样会影响到他的国3的会考成绩嘛。学校也有答应我会帮忙我这样子。9月就要开学啊，真侪家长烦恼当咧升学阶段的囡仔，袂赴赶返来台湾，升学会受到影响。陆委会表示，其他年段的学生后一个阶段会阁会同教育部规划甲评估。记者综合报道。
讲到美国嘅卫生部长阿扎今仔日结束访问台湾嘅行程，中昼也已经坐专机离开台湾啊。伊透早利用国际电话记者会表示，来到台湾看到台湾嘅防疫成功，也认为讲民主开放嘅社会是对抗传染病上好嘅武器。另外，也讲到美国会建立一套国内战略物资供应链，台湾嘅企业也会伫咧当中成做一个真重要嘅角色。美国卫生部长阿扎尔访问台湾最后一天，行程由晚，再去伊先到台北宾馆，到见前总统李登辉，伫留言壁顶留纸条写着李登辉的民主遗产会永远推动美台向前。伫出发前往台北宾馆前，伊先接受一场国际电话记者会，会中伊指出台湾模式证明，民主甲开放的社会是对抗传染病威胁上好的武器。It's an honor to be here in Taiwan and to be bringing greetings from President Trump during this challenging time for the world. My visit to Taiwan is a recognition of its success in combating COVID-19 and a testament to our shared beliefs that open, democratic societies are best equipped to combat infectious disease threats like COVID-19. 接落来，阿扎尔伫行政院副议长沈荣珍的陪同，参观位伫我国的喙癌工厂花欣比展，心情看起来亲像袂歹。看研究我甲医疗喙癌技术专区了解喙癌产制过程，已经肯定台湾透过自由模式促成的经济成功。进一步，台湾伫卫生方面也真成功，也因为台湾生产喙癌的能力，互人印象真深。伫美国总统川普的支持，请台湾厂商到美国投资生产。And we continue to lead toward President Trump's vision of a next generation strategic national stockpile where we hold 90 days of all products needed in the event of a pandemic through our public and private distribution system and have as much of that produced as possible in the United States. 本次的疫情，美国成为长筒口罩机外销的最大客户，而口罩的关键原料熔喷布的制造商敏成公司也预计今年9月赴美国来设厂投产，建构一个双边口罩设备、原料、技术等供应链的合作。阿扎尔台湾行，代表双方拢有收获，咱国外交部也表达真感谢。伊伫10日下昼1点多准备坐专机返去美国前，也佫特别下手致意，为这个行程做一个圆满的结束。记者综合报道。讲家己是台湾媒的 Bragg 市长何立宣布讲，家己会加 check 参议院议长维特奇伫8月底做回来访问台湾。总统府的发言人表示讲，会照着美国卫生部长阿扎的规划，共款热情款待这阵来自 check 的代表团。会当看到何立的兄弟顶头有戴着中华民国加 check 的国旗，伊伫面册也表示讲有受到 check 参议院议长维特奇的邀请，8月底要访问台湾。因这回是使用包机的方式对 Bragg 直接飞台北，一行90名有各行各业的代表，这也是何立这一冬半以来第2摆拜访台湾。讲到香港警察日前甲一团媒的创办人黎智英，以及着前香港众志的成员周庭等人掠走，引起国际社会议论。黎智英伫今仔透早一放放出来，中昼也照常登去上班，也强调讲《苹果日报》会继续坚持，袂互香港民众失望。总统蔡英文伫今仔日搁再向中国发声，也强调讲只有甲香港人民诚恳的对话，才会当解决争端。港版国安法实施了后，港警今日大动作逮捕一团媒创办人黎智英，前香港政治成员周庭等人。总统蔡英文10日再度谴责中国，也再次表示政府会遵守提供香港人援助的约束。我再一次的严重呼吁北京当局，当人民群起抗争，政府应该要想办法和人民沟通，解决争议，而不是压迫人民、剥夺自由。10日晚上20分被扣留超过40点钟了后，黎智英以代表大约190万交保消息，行出旺角警署时，被现场大批媒体甲支持者包围，以及简单的下手致意，无加讲话就上车离开。有冇嘢啊？冇啊，我而家翻去，最緊要翻去休息啊！哦，休息啊，係。黎智英的2個後生甲一團媒高層劉建宏、參周庭等人，也伫11暗陸續獲准保釋。Hong Kongers shall not give up, and we shall
continue to fight for our basic human rights. 雷电英报销了后，伫推特以英文感谢国际社会甲朋友的支持。中岛照常甲香港澎湖大楼上班受到员工献花欢呼迎接，伊也甲张建宏热情的小揽。伊强调澎湖会继续经落去，无要互香港民众失望。我好彩冇俾佢整到上大陸，所以 OK。虽然香港媒体指出，雷智英案件并无交予港版国安法通过了后，新设立的中国驻港国安公署处理，也毋过这个机构12号公开表态支持港警对雷智英等人的拘捕行动，外加解脱北京真可能会干预案件审理。根据《星岛日报》报道，邱定被控伫网络上营运，我要拦查组织，推动外国政府制裁香港。雷智英疑似向这个团队提供100万港票的资金。听讲雷智英的部分财产已经做到冻结。《星岛日报》也报道，雷智英计划以港票1.33亿买一栋工业用的大楼。记者综合报道。讲到香港版本的国安法通过了后，香港警察伫车闸甲一团媒的创办人雷智英，以及着一寡民主派人士抓起来。高雄市长补选的候选人陈其迈，伫今仔日就伫《苹果日报》刊登竞选的广告，表示要甲香港来相挺。不过对手李美珍甲吴益政却是有无同款的意见。香港警察拘捕雷智英，也佮有周庭这民主派人士，和各界掀起支持香港行动。高雄市长补选候选人陈其迈12日在报纸刊登支持香港竞选广告。不过对手吴益政认为，加竞选甲支持香港白斗阵，会互比伊变做消费。就碰到香港人，要香港的问题，我们来支持，表达我们的立场，来帮忙香港人。万一要到高雄来的话，我们怎么协助？你提出这样的方法，对你选票帮忙真的是附带的。你说叫8月10大家出来，我觉得这个是真的是不可取。李美珍对香港警察抓人表达遗憾，不过也感觉除了登广告以外，应该有更加具体做法。一个政府就是要尊重言论自由跟保护人权。登广告有用吗？我希望就是做务实的做法，然后赶快修订我们的难民法，然后降低那个移民的门槛，这才是最重要的。对两位对手的质疑，陈其迈讲登广告是为了斗3工，若是选调市长，会甲中央合作，提供香港人人道救援加人身自由的保护。地方当然是直接负责执行的一个单位嘛，所以未来的高雄市政府，我也希望能够提供港人在他的人身自由跟他整个生活上需要协助，让高雄成为他们第2个家。而补选投票日剩最后3天，3位候选人除了把握最后机会来拜票，伫各项议题也拢真小心攻防，避免伫最后的时阵互对手超前了。记者综合报道。咱继续来关心立委集体受人殴杀案件，竟刷出现有其他的风波啊！检调去搜查时代力量前党主席徐永明的徛家，却发现讲伊的徛家内面有300万的现金。徐永明表示讲，这寡钱是甲某一位部会首长所借来的。媒体人周玉克伫透早的广播节目，秘书伫咧暗示讲，这位首长就是交通部长林佳龙。太平流通前董事长李恒良行下警备车，12日再出现台北地检署检调侦办立委涉嫌集体收钱案件，新侦问涉嫌做白手套的过去名了后，再提问李恒良。而国民党立委陈超明的主任刘文义，找伊10万块交保了后，传出涉嫌甲其他证人接触甲密证，检调在一团怀疑到案，并且审问了后成案。12日下晡召开执法庭，判伊裁定执法禁见。我绝对没有问题。而时代力量前党主席徐永明被判以认定只有其有行为，裁定80万块交保。这种一个表示案外案，有报道指出，检调伫徛家保险箱抄到300万块现金。伊讲这是甲中央部会首长的私人借钱，和周一科伫电台节目中暗示，这个部会首长就是交通部长林佳龙。错误的这个揣测跟渲染，那可能会触法，我们也会在这方面来了解，来捍卫我们自己的权益跟清白。另外，报道指出，徐永明讲，当时台塑科董事长廖子成在场，检调怀疑这笔钱，甲台塑科今年申请 NCC 协调审查有关系。不过 NCC 强调，绝对无正当外力介入个案审查。检调的这些相关的所谓的侦查活动，我们基本上不予评论，我们也尊重。那我们只是呼吁我们的所有的新闻媒体要落实这个事实查证的基本原则。
国会跨党派立委涉嫌贪污案件是愈查愈多，立法院副议长蔡其昌讲，总统蔡英文对党内立委苏贞昌贪污收钱是真生气。听说小英好气哦，好生气。他生气是一定的，他的个性，他私下有他对这种事情他都很生气。没有听到他骂，但是我看他发生这个事情之后，我看到他脸都很臭。民进党廉政委员会11条开临时会，经过廉政委员讨论了后，决议甲苏贞昌停权3年，未来看案情发展，再搁做进一步处理，相当应讨论除名。而苏贞昌10日经由律师表示，即日起主动请辞中常委、中执委的职务。记者综合报道。对着阮的镜头来看在地上大条，在台中发生焊药有重金属铅中毒的案件，台中的检警继续追查落去，也发现讲在台中北屯的康健中医诊所，同款有医生开违法的注射予病人使用。这间诊所现场的医生也先用10万块交保，卫生局也该罚12万，停止看诊1个月。10日起，由检警甲卫生局调查的康健中医诊所。12早起也是照常营业，不过要到的时阵，医生亲身出来打休困的公告。没有，就在调查中我就说先这样，好不好？到下晡，民众去探问会当予医生看的时间，诊所的人员表示会搁另外通知。明天再来吗？还是我们再通知，打电话通知好吗？患者听到真实的医师涉嫌违法使用已经防禁用的注射掺入去药内底，是唔敢相信。他这是针灸，大的外伤的。台中市卫生局配合台中地检署侦办调查中药材甲药啊，重金属超过标准的案件，发现限量药业除了提供注射予姓同甲救护中医诊所，还阁提供予北屯区的康健中医诊所。医师坦白讲，伫咧106年到107年之间，有提供予患者使用。台中市卫生局以违反医师法罚12万，而且下令要停诊1个月。嘛以违反药事法移送地检署，检方侦讯了后，医师张胜伟是以10万块交保。张医师违法使用朱砂，且未详细记载用药内容与病例，以违反医师法，共裁罚12万元，并要求张医师停诊1个月，静待司法调查。另外还移付医师惩戒委员会惩戒。台中市卫生局表示，到8月11日为止，去病院做检查的人有173个人，焊药的检体有267件。会内底盐的量超过标准的有16个人，拢是食姓同中医诊所成分不明自费的药粉，甲用纸的焊药，还佫有救护中医诊所的天王保心丹，甲珍珠五宝散。因若限量药业的注射，敢也有流去其他的所在，还佫伫咧调查当中。台中市卫生局提醒民众，因为注射早就去防禁止用伫咧药材内底，若是捌食过姓同、救护、甲康健这3间中医诊所自费的药啊。若是有疑虑的民众，会当甲卫生局申请检验。记者综合报道。宜兰大溪老爷酒店日前发生介绍食品中毒案件，今仔日部分的检验结果也已经出来了。宜兰县卫生局表示讲，已经有完成检体，也佫有环境、食品，也佫有啉的水检验，全部拢是阴性的。有一寡走北的个案，也佫有餐厅的员工有验到诺如病毒，不过一体无爽快的情形，目前也佫伫咧调查。人去食饭了后出现吐甲流的镜头，宜兰大溪老爷酒店部分餐厅继续营业。卫生局事发了后采检送验，已经完成9件，包括刀具、点等环境检体、食品甲饮用水拢是阴性。另外有9件检验中，也毋过人体检体是验出诺如病毒阳性。人体包括了个案，就说腹泻个案以及厨工。厨工是不是？对，工作人员。工作人员有腹泻的个案，大多数是无症状。这件造成164人通报症状、92人送医的疑似食品中毒案件，确实原因有待调查。诺如是属于胃肠道的病毒，主要是照着粪口传染。胃肠区医师指出，伊的传染力非常强，少量的病毒都会当传播。它也未必是靠食物啦，有时候也是会在一些环境，比如说是一些餐具啊，或者你使用的说碗筷，如果它本身就被污染到的话，那就吃进去就很容易中标。医师表示，诺如病毒无法度透过酒精消灭，只会当透过定洗手降低病毒的有效浓度，降低感染的严重程度。要消灭伊上有效的就是漂白水。可是我们一般不会用漂白水来做洗手，或者是漂白水来做餐具啊，或者我们环境，比如说你餐桌啦这些消毒。所以其实它如果真的一旦引起传染的话，通常都是那种比较大规模的群聚的感染。
另外，验出阳性的餐厅员工无症状，医师表示也会有传染着，也毋过强调，确实感染源甲方法需要进一步的调查。大家老爷发出声明，再次对消费者致上上大的抱歉，也表示无症状的员工拢已经回去7天了后，复工会调离强线场所，也要求员工若发生胃肠症状，需要随通报并且就医，症状解除了后才会当上班。记者综合报道。接下来，咱来关心劳工的权益。国内 LED 的大厂商光磊科技真有风声讲要甲员工试头路，不过德科的管理局表示讲，也未收到正式通知。也若讲到一个真出名的网页软体 Firefox 的开发公司 Mozilla 也有风声讲要做全球性的裁员，台湾这边大约有50位的员工会受到影响。国内有名 LED 厂商广利最近的实施人力精简计划。根据报道指出，广利因为全球疫情严重，主要客户后尾订单大幅缩减。第二季营收公布，一季的减少幅度超过60%，才传出组织人力调整计划。不过，德科管理局讲，也未收到正式裁员计划书，也伫了解中。广利即阵总员工人数大约是1300人到1400人，若是甲外团裁员幅度1成差不多，会有上百名员工遭到资遣。不过，产业分析师认为，主要是广利产品线大幅调整，对过去的系统照明产品专攻半导体感光、感测元件，所以才会出现人力调整的这个计划。属于半导体相关的感光元件或者是感测元件这块，其实它还是维持获利的。系统产品这一块在第二季却开始出现亏损的一个情况，产品线的一些转换，那所以它必须要面临一些人员的一些裁撤的一个，或者是人员的一些调动的一个情况。产业分析师讲，广利近年来营收趁钱拢是正成长，无出现了钱情形，只是最近受到疫情影响，甲往年相比，营收衰退袂少。不过背后大股东是世界第一大 LED 的厂商，日本厂商利亚化，体质良好，只是最近因为市场排解力爆发经营权之争，即阵佫爆发裁员消息，佫在引发关心注意。另外，国内电子大厂受疫情影响，全球有名的网络浏览器和服务开发商 Mozilla 也传出全球大裁员的计划。外电报道 ，Mozilla 宣布要甲全球的员工裁掉1/4，大约是250人，其中包含收掉在台北办公室，受影响人数将近50人。而即阵台北办公室员工依然正常上班，台北市劳动局表示，也未接到正式的通知。这是全球性的作业嘛，就是在台北办事处要收掉的话，那也要经有大量解雇的程序。台北市劳动局表示，台北办公室收掉员工若是全部裁掉，就要依照大量解雇法规定办理，向台北市劳动局提计划书，包含后续安置作业来确保员工的权益。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听外水分明，讲到拉丁美洲的疫情是继续伫咧拖，哥伦比亚的确诊人数也已经超过40万人，医疗体系也开始咧紧张。另外，欧洲的国家法国甲西班牙，因为因的民众想看见武汉肺炎的可怕性，一礼拜以来确诊人数又搁在冲悬啦。徛伫路边，确诊死者的家属是哭甲真伤心。拉丁美洲的新冠病毒疫情继续拖，虽然哥伦比亚实施封锁措施到8月底，也毋过11日累计确诊人数已经超过40万人，和首都波哥大的加护病房用药无够用。即马病死的患者超过13000人，公布不准除了死者甲职员以外的人入院，和家属敢若会当伫门口口举行丧礼。Pero también es cierto, nos hemos encontrado con muchísimos estudios de opinión donde un sector importante de la población piensa que el COVID no va a tocar sus puertas, o bien porque se piensa que es solamente algo que golpea a las personas mayores o que solamente a personas que tienen enfermedades conocidas. 另外，到11为止，阿根廷累计病人超过26万人，比疫情捌真严重的意大利更较济。墨西哥是有超过49万名病人，成做全球确诊人数第6高的国家。欧洲的法国过去24点钟增加用约1400名病人，数量是涨的将近2倍。和法国总理卡斯特克斯呼吁爱民众合作防疫。另外，嘛请求地方政府进一步扩大在公共场所强制挂喙暗的范围。法国总统马克龙阁开视讯会议，决定对20个上大城市制定新的限制，更加禁止超过5000人聚会命令延长到10月底，防止疫情扩大。若是西班牙疫情，顶礼拜平均每一天通报将近5000个确诊病例，患者增加人数比进前加将近60%，一礼拜死亡人数达到65个人。
En mi opinión es un momento un poco crítico. Estamos justo ahora en un punto en el cual la cosa puede ir mejor o peor en las próximas días o semanas. Con lo cual esto implica pues que hay que echar toda la carne al asador e intentar pues frenar los brotes antes de que se compliquen. 當局統計真濟新病人攏是人口密度較懸的馬德里加加泰羅尼亞地區的人，全國累計患者嘛超過32萬人，病死的人達到28500人，是疫情上嚴重的歐洲國家之一。真前科學家嘛用14種的喙罨做試驗，發現醫療用的 N95 喙罨阻止爛手傳染上有效，手術用的3站醫療喙罨加純棉喙罨嘛真有效，提醒民眾愛用有效的喙罨，才會當真正防止病毒。記者林士彤整理報道。俄羅斯的總統普京伫10月宣布講，因已經開發出全世界頭一種武漢肺炎的疫苗。不過國際也攏伫咧懷疑安全性甲效力。不過菲律賓的總統杜特卻是表示講，羅西亞的疫苗是一定安全的，也強調講伊要主代性。俄羅斯總統普京10日透過內閣視訊會議證實，俄羅斯衛生部已經批准全球第一個因家己研發的新冠病毒疫苗，而且伊其中一個查某囝已經大生子啊。除了注兩下了後有小可發燒以外，效果是袂歹。Второго укола, второй прививки тоже температура немного поднялась, ну и все сошло потом на нет. Чувствует себя хорошо и титры высокие. 俄羅斯以前蘇聯時期的人造衛星史普尼克5號替這個疫苗號名，而且講有超過20個國家決定疫苗，攏總注文的數量達到10億劑。12就會開始第3階段的試驗，按算疫苗會當伫9月開始工業化的生產。因若注文這批疫苗其中的一個國家是進前捌甲中國請求提疫苗優先權，嘛是亞洲目前疫情第2嚴重的菲律賓。總統杜特地10日表示，伊完全信任俄羅斯疫苗的安全性。摕到疫苗了後，伊會生助來讓民眾放心。Yung doktor nila o doktor natin, ako ang unang magpapakuna. Tignan natin kung pwede ba. Kung pwede sa akin, pwede sa lahat. 針對俄羅斯這個疫苗，世界衛生組織表示，任何世界衛生組織批准的疫苗，攏要經過嚴格的審核制度。因為德國專家強調講，俄羅斯這個疫苗第3階段還未完成，而且過程無夠透明。風險真懸 ，CNN 嘛質疑講，俄羅斯把研發疫苗當作永年的太空競賽，並唔是控制疫情。美國的防疫專家福奇對這個疫苗安全的問題，目前是保持質疑的態度。I hope that the Russians have actually definitively proven that the vaccine is safe and effective. I seriously doubt that they've done that. 另外一方面，美國總統川普10日宣布，會開差不多450億嘅台票，買1億劑已經咧做人體後期測試嘅莫德納疫苗。算算嘅，美國目前已經甲輝瑞、嬌生、格蘭素史克、甲賽諾菲等等嘅公司買幾億劑嘅疫苗。另外，還有超過10億劑疫苗嘅優先注文權。記者綜合報道。講到這批武漢肺炎的疫情，也影響到少年人的發展。聯合國國際勞工組織的報告顯示，全世界24歲以下的少年人，6個當中就有一個因為疫情失業，甚至有超過70%的少年人因為學業攏受到疫情的影響。新冠疫情造成全球真濟少年人的失業甲失學。聯合國國際勞工組織 ILO 10日發表報告指出，各國政府應該對少年人提供馬上協助，若無會產生8分效應，對以後的就業立定會產生長遠的影響。Young people who may not have a good chance to have the access to job opportunity when they are very young or the very entry stage of the labor market, the consequences will continue. It's just not the one-shot game. Continue with the rest of their working life. 報告指出，今年5月受到疫情影響，24歲以下青年每6個就有一個失去原本的工作，超過70%少年人因為學校關起來學業受到影響。ILO 呼籲各國政府協助失業青年進入勞動市場，也是提供教育培訓甲失業保險的福利等。而隨着美國即將進入開學季節，各大學校也陷入兩難。為咗紐奧良的杜蘭大學就規定，大宿舍學生必須先住入市區的防疫旅館，並且進行為期2天的新冠病毒檢測。The world has changed after this pandemic, and every person has to be thinking through how they're going, in a sense, to respond responsibly in this new environment. 全球經濟因為疫情面臨嚴重衰退，國際貨幣基金 IMF 進前講，疫情可能造成過去30年來已經有進展的性別平權出現倒退。
Women in most countries in the world are more likely to work in social sectors like hospitality, retail, or services. Industries that have been unable to operate under their normal conditions during the pandemic. The nature of those jobs means that many women really cannot work from home. The unemployment rate for women has been higher than that for that of men in most developed economies. 统计显示，女性主要所做职业较无多伫厝的工作，也较有可能被辞退。而伫开发中国家，女性是较侪做非正式的工作，互伫因难以得到政府的补助。记者综合报道。被俄罗斯初九举行总统大选投票，互叫做欧洲最后一位独裁者的现任总统卢卡申科，最后也以着超过80%的得票率连任。不过，反对派的候选人认为讲选举有做手的情形，反对派的支持者也上到街头抗议，到今尚无有一个人死亡。街路四界拢会当看到镇暴警察咧巡逻，边仔还阁有警察车抬面，甲抗议的民众掠上车，就连像采访媒体假的记者嘛去互锁定。美联社摄影师卡梅拉的记忆卡，就去互警方没收，还阁有几下的记者去互拘留。白俄罗斯初九举行总统大选，真有名的网称季哈诺夫斯基37岁的家后蒂哈诺斯卡亚代替去红馆的翁塞参选，甲现任的卢卡申科来竞争。不过官方的结果指出，卢卡申科摕到超过80%的选票。反对派的支持者认为选举不公，连续3天去街仔路抗议。英国路透社报道，有警察伫咧街仔路拍民众，甚至甲人为车底拖出来甲拍。目前传出有一个抗争者死亡，当局已经逮捕超过3000人，超过200个人受伤送病院。蒂哈诺斯卡亚初10话选举有问题了后，是几点钟拢看无人。11伫咧网络发布影片，伊个人已经离开白俄罗斯啊。Я приняла очень тяжелое для себя решение. Это решение я приняла абсолютно самостоятельно. Ни друзья, ни родные, ни штаб, ни Сергей никоим образом на него просто не могли повлиять. 蒂哈诺斯卡亚是为着囡仔的安全设想才离开的，嘛呼吁白俄罗斯的民众唔通安尼牺牲家己。立陶宛外交部长表示，伊捌互白俄罗斯当局扣留，而且是伫咧白俄羅斯的協助之下出境的。目前伊甲囡仔拢伫咧立陶宛。Kai paaiškėja, tai jinai iš tikrųjų matomai patyrė tam tikrą išspaudimą ir neturėjo labai daug pasirinkimo, kaip tik palikti šalį. Jinai turėjo Lietuvos nacionalinę vizą, jinai reiškia, kad jinai gali būti Lietuvoje metus laiko be jokio apribojimo. 咱后面是这个选举的合法性，呼吁白俄羅斯愛尊重人民的基本權利。And based on the information we are receiving and we are seeing so far, there are reasonable doubts about the accuracy of the election results which were announced by the Central Electoral Commission. 后面管理外交甲安全政策的官员波瑞尔嘛发文指控大选无自由嘛无公平，另外嘛发表声明讲，白俄羅斯释放政治犯了后，2016年后面解除几項制裁，暗示講若是白俄羅斯持續打壓言論自由，恐驚會面臨到後面新一波的制裁。記者綜合報道。講到香港版本的國安法施行了後，就有人認為講香港的資金未當當作是一般的外國資金嗎？經濟部長王美花也表示講，會修改中國資金在企業內面的認定標準，而且審查原則會愈來愈嚴格。相關的草案最近就公告。經濟部長王美花在暗時在廣播節目講，經濟部會修改大陸地區人民來台投資許可辦法。伊講主要是香港國安法通過了後，香港地區的獨立性已經無啊。在經過1個月嘅討論了後，決定重新檢討中資認定方式。香港國安法的關係中資的認定呢會做一些不同的過往的認定，很快就會預告。王美花表示，過去陸資投資許可辦法第3條條文明定，該公司直接也是間接投資持股超過30%，才認定是中資。修法了後會採取獨佔認定，將嚴審查，避免中資就由第3地港資也是外資間接投資，互股權變保期，規避中資審查。另外，也擴大審查範圍，加中國的黨政軍看作是一體，嚴格審查。
持股的这个30%的部分，那以前是要综合来看，如果它是间接投资，透过2成以上，那就会一层一层去乘起来算。我们修改的办法分层来看，所以如果1成就超过30%，那就会认定这个公司是中资。对着外界传言，腾讯持股超过3成的虾皮，也有疑似中资色彩的淘宝台湾，可能列入中资的讲法。欧美花强调，现在是死无溯及既往，不过若是有增资也是股权调整，就要重新审查是不是有中资介入。记者综合报道。一个拜六8月15，就是高雄市长补选的投票日，是第2摆参选的民进党陈其迈，伊回来到故乡重新出发，目前声势上悬。也若国民党所推出的议员李美珍，也佮有民众党所定调的亲民党议员吴益政，这3个人拢是高雄的在地人，因为政策拢是要拼经济，促进产业转型。前高雄市长补选3卡都的局势确定，声势上悬的是民进党的陈其迈，伊离开行政院副院长，第2摆参选市长，讲要用2年拼4档。民众关心4大问题啦，吼，第一是产业的转型，吼，第2是青年就业，吼，第3是这建设拢有较慢着，吼，第4是包括讲空气污染的问题，要安怎伫第时间会当来解决这个问题，吼，这是非常的重要。支持者拍扑啊，抢要甲伊翕相签名，因为捌做过代理市长，所以讲到市政，陈其迈完全袂青分。这位高雄囡仔伫2018年的选举输予韩国瑜，刷落来去行政院磨练。陈其迈自认已经升级，是陈其迈2.0。地方政府甲中央一定要大家密切合作，吼，唔是互相对抗。我若做市长，吼，我会当马上吼，甲这国际这一寡投资高科技的产业吼，会当离这2档至3档内底吼，来招因来高雄投资。讲到拼经济，国民党的候选人李美珍嘛提出政见，强调要互高雄人较好的生活。上简单的一定要互咱高雄人有好水通啊啉嘛。搁我希望咱的产业会当转型，爱有一寡软实力，你袂当拢一寡足定的硬体起甲足水，毋过咱无咱的软实力，怎变逐个所在拢变文字馆。议员做过3届，李美珍伫3个人内底上少年，毋过正经的论文事件，互伊的形象受影响。虽然我的知名度本来就比较慢出来嘛，我等50天的时间，我要那扛迄个准备2档的，准备几若届的选举的人拼，毋过我嘛是会拍拼。50几天爱伫个高雄的38区行透透，对李美珍是一个大考验。伫个同一天宣布投入市长补选的，阁有伊。把818亿是不是应该还给我们？若不是，请你讲清楚，没必点点嘛。亲民党的市议员吴益政代表第3势力，唱声爱中央行钱。不是南北平衡，各自发展。我咪讲叫人大家以我白哦，这会散，不是对抗这个极端政治。要这个极端政治爱解决安尼问题个贫富差距爱解决，拼经济，也免去顾环保。吴益政做过5届议员，这摆伊是甲民众党合作。虽然声势不如头前2位，不过伊希望高雄人唔通搁看政党。这是站在一个主体性，就是讲你了解问题本质，不是用政党来看代志。外界认为这摆市长补选是无对等的3卡都，不过纳入8拢杀出高雄的在地人，嘛提出政策，就等15号看高雄人到尾做出什么选择。记者陈家军、赖维做高雄报道。苏花改伫今年初通车了后，客运业者也推出台北往回花莲的路线，所以受到疫情影响，顶半年的旅客运输量是真凄惨。业者也除了要申请减少车帮，半暝啊车帮也要停起来。公路总局表示讲，会协助业者来加强行销。
坐车进前，站务人员一体拄客燃油体温，下晡4点对南港发车到花莲的台北花莲线客运31个座位只有7位乘客。今年已经配合苏花街通车的台北花莲线，连休热期间坐车人拢无多。新竹民众讲，对花莲坐车转来，全车只有1个乘客。像我今天就一个人坐过来。对啊。但是假日就比较多了。搭客运去玩其实是蛮方便的。如果对于一般没有那个自己开车的民众来说，其实是蛮方便的。交通部年初则宣布，台北花莲线客运开通，补助业者，予每台车112班打造11台台北花莲线美学客运导入营运。无受到过年了后拄到疫情，坐车人变真少。尽管国内6月初解除禁令，花东旅游的人变真多，不过载客率依然无上升。业者申请减班，半暝的班次也拢取消，并且伫8月份推出来回400块真俗的票价优惠，比自强号一抓419块也较俗。不过业者讲，优惠实施将近半个月，载客率也是无明显上升。一条新辟的路线，通常都会有几个月到一两年这样子的一个就是培养期啦。业者本身其实他们大概都有一些相关的一个优惠措施，其实这个部分可能在一个行销的管道上面可能还比较弱一些。公路总局分析，可能是受到疫情冲击，另外民众出佚佗也拢家己开车，和台北花莲线顶半年载客率只有2成。下半年的辅导业者加强行销跨业合作，估计至少每班次载客要有10人，营收才法度拍平。记者自综合报道。人讲好无10层，歹无加能，有一好就一歹，绝无2好来相排。这批疫情，互真济产业是大起大落，也互真济产业颠倒有新的发展，亲像管距离设备、消费所谓转型等等。其中变人购的无人智慧商店也是新的形态，咱也做伙来看卖。扫描 QR code 完成身份验证，就会当拍开赌通，提早想要买的产品。这种智慧微型商店结合 AI 深度学习甲多重感测技术，会当减少人甲人的接触，更加是后疫情时代小企业转型的焦点。红外线的感应器，我们大概每一个层板上面有将近26颗，然后还有重量感应器，它可以很精确知道你拿了是哪个东西，充分利用 AI 辨识的技术，知道你精确拿了什么货品。防疫期间，维持社交距离是常态，也促使无接触式的科技开发成为新潮流。而且，唔那伫外口消费买物件，伫厝防疫的同时，也可以当做虾米也真重要。影像的方式找到你的关键的节点，然后再加上你的角度跟速度的判断，来判断你的姿势是否正确。我只要跟机器做一个互动，就可以做到防疫的状态，就不需要去跟人做近距离的接触。结合镜头加镜片显示器，搁采取集体动作，民众免出门，都会当伫厝得到正确的健身指导。另外，伫烧热天期间，要如何较清凉者，台湾科研有新的体验。给它通一点直流电，它就可以做主动的吸热或放热，而且因为是纯粹是材料吸热，所以它不会有压缩机震动噪音的问题。红酒或是一些高阶女生的保养品的一些储存摆放。经济部电视机下发现的研发成果，甲台湾的科研能力，2年来累计将近3万笔的专利基准资料。2018年的法定科技专案，更加促成577亿投资，希望政府、研发单位甲产业会当有更加侪合作，为台湾带来更加侪市场机会。记者综合报道。公司台记台再建民主先生的新闻专题，今仔日要带观众朋友对李登辉的学生，也就是前台北市长黄大洲来看李登辉对政治后辈影响，加留予台北市什么款的水利建设。今日暗时10点，公司台记台有关有李登辉的纪录片，也邀请观众朋友做伙来看。管线都有用了，只是让人心脏还可以跳动，人生最后都是这样子。想起7月30日李登辉过身迄天，下晡3点外去北营看李登辉最后一面。前台北市长黄大洲也是李登辉伫咧台大学生，说出伊对这位老师真深的感念。我有一年在康乃尔大学重叠，我去念硕士。让他到康乃尔大学念博士学位，也要考试、写论文，也要听课。42岁哦，我那时候我真的想，我是佩服他人格上的特质，忍力、毅力撑过去。
黄大洲对李登辉真钦佩，伊讲李登辉读的甲写的物件真多，伊思想的层面是深搁阔。伊伫咧1978年做台北市长任内，起翡翠水库，供应大台北地区500万人的饮用水。1981年做省主席，做二重埔疏洪道，解决台北市地区常常做大水的问题。引起足大的反弹，因为我也伫遐选举嘛，5个新增爱去围着的人吼，地主有诶交甲无力哩，讨厌李登辉啦，因为伊的财产等于10亿的财产，反正全部5000万啊。但是迄条好李家在迄阵有做，地价一直起，后来政府若要用征收，迄不得了，可能开100倍，台北就反正饮水饮几啊届。除了水利工程，李登辉也注重农业发展，拄着农产品低销，伊并无限制伫咧英国学着经济供应平衡的原理，伊了解着爱适时运用行政的劝导力，这也启发黄大洲伫咧做台北市长的时，顺利解决鸡卵低销的问题。台北市有78000万工啊，我不能够命令你买鸡蛋啊，我告各局处所回去鼓励劝导一个人买2打。2打差好像40块左右嘛。2个礼拜之后，他们说谢谢市长，价格平稳了，那给农免抬啊。所以我学到他这一点。伊是一个无魅力的李登辉啦，啊，李登辉是有伊的魅力啦。哦，伊坚持的代志，我就管台你讲啥，我就是要做。这种气势吼，黄大洲互人感觉袂出来。啊，毋过就是点点。是点点啊做。前总统李登辉伫咧做台北市长任内，提出台北信义计划区做省长的时，甲圆山动物园刷起目沙，提升地下水系统的建设工程。伊的执政经验也提供政治后辈未少参考的案例。记者民进党随夏桂林台北报道。今摆有一个手机 App 号做防茶，目的就是要让民众找到会当滴水啉的所在，唔免去买水，也着袂做塑胶粪扫。政府单位也甲民间合作，希望伫年底会当增加到12000个站，拼过便利商店数量。环保署门口一台饮水机开放，予所有经过的民众来滴水。正式启用第一天，各有目睭尖的外送员骑车经过看到，马上停来装，一直讲有够方便。尤其像我们这种在跑外面工作的来讲，会更方便。对，因为要不然你到便利商店买水的话，其实除了你要自己花钱之外，你也是制造垃圾。环保署响应民间已经建立的饮水地图式防茶站，民间团体发现，佮安怎净滩嘛是有捡袂了的保特瓶，所以决定开发防茶 App。每盒愿意家己准备茶果，佮有愿意合作的店家，民众拍开 App 就能就近找到防茶站，店头会当免费增加曝光度，甚至付钱做更较侪宣传。我今天去买一瓶水，可能15块，但我愿意去找水，这样的一个价值，我们可不可以透过这样的一个导流的方式，让更多的一个好的店家有机会在这个平台上被看到？目前已经有6000多站，不过水质拢会当确保吗？它一定是烧过了，它是烧开的了，它是烧开水，所以开水基本上它比较不会有问题哈。但目前还无机制会当确保店头一定甲水煮滚。不过响应加入防茶站的迪化街商科促进会表示，无人想要防茶佮防出问题。最近天气热，佮加上疫情，因得改立店来提供，无佮像过去放伫门口，互人家己客。我们有考虑到民众的安全，而且不要说好意变成一个负担。环保署指出，若40万人一礼拜减买2罐瓶装水，规年会当减少1%使用量，减碳效果相当2.3座大安森林公园，所以会继续推广更较侪公司立机关加入，希望到年底会当增加到12000站，密度会超过4大超商的总数。记者林丹碧如台北报道。讲到骗芳味，真有芳味的鉴定师，不过真有专门伫咧骗草的专家。屏东县政府环保局又培训36位专业的稽查员，甲卫生局17位专门骗草的骗草师，因来做伙合作，目的就是要针对歹味来做一个快速的案件鉴定。透明的试管内底插白色的试纸，枸杞管内底有2个试纸插无同款气味的液体。刷落来，骗草师就会利用伊好骗筛的能力，找出试纸内底的气味，连续过5关了后，就会当来检测环保局送来稽查的样本。本身没有什么过敏的鼻炎啊，或者是鼻塞闻不到味道，或者是说
化妆品有味道会影响到我们的结果的，或者他不能够吃辛香辣的那个食物，会影响到我们的嗅觉，这些都不可以。屏东县环保局表示，屏东县检举臭味的案件一年有1000多件，是各种类型环保案件内底上济，一个月捌有300多件遐济。以一届出动6个片草师来算，差不多都要开3万块。目前国内敢若有新竹、台中、甲高雄等等少数的地方政府有设气味关联测定实验室。所以，屏东县环保局大概若要检测，都要外包，毋若有经费的问题。上重要的是，气味有时间性，有当时外包排的时程若较长，就会增加检测的困难。稽查人员进行采样，完成之后就可以把这些样品交给我们自己的实验室来分析。这样子的做法可以更加的有效率的来掌握到民众陈情的污染的问题。屏东县环保局目前训练36个专业的稽查人员。除了做污染源的搜证以外，还佫和卫生局17个片草师合作，成立气味关联测定实验室。8月27正式启用了后，估计会当改善屏东县臭味的来源。记者综合报道。爸母甲囡仔请用到人悬汉大，伫咧台南的景地旧历7月初7，亲娘妈生的时阵，甲囡仔做16，代表讲这个囡仔已经长大成人啦。台南市民政局伫今年也甲做16个成人礼活动变更较热烈，也希望会当刺激到疫情过后的经济。伫中原部今年拄正满16岁，新同学嘛报名参加台南做16岁成人礼，代表当大人。好像是做16岁之后成人嘛，我至少成人了，成人还不错，会负起责任。对啊，应该小孩子觉得说一个过程啊，他会自我约束，对。这16岁是台南本地地位传统成人礼风俗，参加的人伫参拜神明了，跟能过照母宫上顶当大人，永过拢是各庙市家己举办。不过今年因为疫情的关系，台南市政府就扩大办理，而且免费。佮和各庙市合作，推出有传统特色成人礼仪式。设这照母宫就是伊16岁到啦，来摆出这个照母宫，就是咱这届的主题，就是出来以后，他要成功起航，有必要把公民教育，还有他的一个这个社区主体意识，还有城市的一个印记，能够在他念书的时候就能够让他传递到。今年除了有10公尺高，是有史以来上高的照母宫，佮有勇闯山海圳的行程，会经过台南各区的大庙，一步一脚印，上顶学生囡仔步步高升。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台中有一位妈妈3冬前开始学画图，伊也透过图画记录台语以及着生活点点滴滴。伊特殊的画图手路，对本地无讲台语真注意的民众，也变甲真有吸引力。这是我推荐大家去台中爱食的物件，一定爱去食啦！你毋捌食过，试看卖啊咧啦，这就是麻薏。家己画图记录心目中的故乡滋味，伊是陈倩蓉。因为做妈妈了后，注意到语言甲环境互相影响的关系，开始画图记录生活，记录台语。新竹的外来人口较侪，伊本身是客人较侪，因为我就想讲，我有当时去菜市仔买菜迄当阵，我用台语要甲头家讲话，因为当时听无我咧讲啥，我才有这是新竹，毋是台中安尼。换一个环境，语言就好亲像无啥会通。陈倩蓉开始注重囡仔语言教育，伫新竹有参加共学团，跑登去故乡台中，也会找时间用台语讲故事互大家听。惜白的话放伫嘴内，唔敢讲，只好亲手一笔一画，照水写字。透过讲故事的时间，互大家伫生活中有讲台语、讨论台语的机会。听众朋友因会反应真趣味，因会感觉讲哦，原来这句爱安尼讲，因袂晓讲，还是因根本都袂记得安怎讲啊，有一种帮因复习的感觉。这袂晓啊，这要安怎念？我的感觉就是爱定定甲囡仔讲台语，台语真正讲起来就水的。大家伫假日时啊，做伙伫美丽大自然听故事。陈倩蓉嘛要继续用伊充满感情的图画，甲对台语的热情，和大家用台语博感情。记者杨淑晴、张学水台北报道。明仔载天气是好也是歹，做伙来看预报，您就知。
北部地区对26度到35度。中部地区对26度到35度。南部地区对25度到34度。东部地区对26度到34度。咱来看外岛地区，对27度到34度。还有未来3天的气象。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 AM 新闻，我是嘉豪，马上同一时间咱再会。大家讲一句，台语有意思。大家一句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头家。我这个人吼，平常时除了赚钱，无啥物特别的兴趣。人个买国，可能就是买车啦。咱今仔日要讲的词就是轿车。轿车汉字写作轿车，罗马字写作歌谣轿、呲牙车。轿甲车拢是第一条，轿车就是私人咧驶的小型汽车，嘛叫做自家用的轿啊。若是租的，就叫做海轿。因为轿车是咱台湾真普遍的交通工具，会晓驶车就真做真重要的功夫。咱对车嘛要加减仔慢，才袂驶车驶甲咧过路。过路就是车歹去停在路边等人修理的意思。咱去保养车的时阵，较常做的有换乌油、顺目底里、火珠仔、护丝仔、方向灯、大灯、卡动灯、handle路等等。拢爱巡一摆。车咧保养的时，会看到师傅用铁人甲规只车夹起来，伫车骹软来软去，咧巡链啊、挡皮啊、延紧、延长。3分5时嘛爱巡看卖，敢会有乌烟无？那加做捌杂啦车，死到红罚钱就算袂好啊。保养的时阵，有时爱换部品，部品有原厂的，嘛有台码，介绍无同，好歹嘛无得确。俗语讲，行船走马3分命，意思是咧讲，做交通运输这道的，因的性命风险加真悬，做工课时本地就较危险，爱较细致咧。例轿车、乌油、火珠啊、护丝啊、挡皮啊、handle路、延紧、行船走马3分命。买车介欢喜，驶车爱细致。这部看了后摆去保养车的时，咱就会使用台语甲师傅开讲啊。今仔日的大讲一句就讲到这，多谢观众朋友的收看，咱
后拜再会。你在冲啊！